汉语朗读文章篇名《哭妖的》，原作陆玉洲，录音阿文高。大早，主堂到阿婆吩咐阿妹去市场割条的猪肉，买条的青鱼转来。按古怪，有乜人做生意希望？问过阿婆长弟，迄曼谷爱转买家，怪唔得阿婆按欢喜。趁到曼谷转来嘅时间，我走去庄头阿下鱼嘅杂货店等，我头焦焦的紧眺望，古仓嘅茶嘅忙时间，我就走出去。入数咧，古仓茶的一顿店，我就去上茶曼谷小店角。师傅忙操手，煮爱下茶的安太寒情，第几欢喜，我将一茶度煮同古堡姊妹的泰山搞起来。曼谷大街登陆已上日，特色都有一份意外。茶后头还有一大铺台嘅番薯。阿婆讲：用格啥？无准来哭妖的好啦。后摆天空嘅奶，上礼拜涨饭锅，太弟怕走咧。恩来哭妖的，爱冇？好哦，真啦！听到有好教，我也得念是主恩好。去要了，阿爸勒上屈太奶团做门，有神主请抢家前头嘛按太嘅奶屈来结，铁锅诶，韩国爱慢慢的数减来，记下到。结到不能餐又饿下来，老豆嘛莫讲咧，莫按怪杀咯。林咪和老教阿姑床天数，张顺势咩好，要一起好，阿哥就发号命令咧，佢很爱老古堡姊妹的去检筹措。阿姊负责起货、加潮，太子当本人意思的，货币众多忙，风嘅货色，啲内屈碰行转出来，像爱实体营养诶，海外也都三多严，无几久，内屈就像甜丝。安尼风啾啾咧，好势了，潮莫国家，火推出来，就做得番薯热气咧。阿婆安尼讲，火炭摆开来，番薯就一粒得热朝地肚去。哇！被阿哥嘅胆肝一抹落去，风嘅内屈。等哦下来，拄好见啲番薯面香，建设难，破坏容易，所以呢，连登麦内屈，大家都咩到一头一面，背面含起古床来数米，佢同腰内掖上去，再用沙帕墩笔扎。上摆还插一支香，安尼一时的盐都冇出，张很爱到，去搞，这么简单结起来嘅药，掠下看起来就像一个番薯龙呢。抗引起蛮高啦，就批到香气咧，养到阿妹伫个开药。我也都夹挖群去，
看见变气术。阿妹强把番薯留面头，细心细意地个慢慢的挖，天天的流，香气上到牙牙头，后然哒哒的，都是咩叽里咕噜健康呢？天顺风，牙头白白粗，香香的番薯，色贵在耶，天暗晴。番薯暗香，低不败嘅天空，挨到搞到团无争进步。